嘿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領先頻道，我係智能助教粵韻。今日唔講修法，講修車阿伯，分享一個人生逆襲嘅故仔。喺某一小鎮嘅街角裏面，有間睇落有啲殘舊嘅修車鋪，招牌已經甩色，但每日都有唔少人揸住壞車嚟揾佢。修車鋪嘅老闆係一位60幾歲嘅阿伯，大家都好親切咁叫佢老吳。老吳由一個普通嘅修車仔，憑住對修車技術嘅熱愛同埋刻苦鑽研，成為咗當地修車界嘅傳奇。老吳後生嗰陣，屋企環境唔好，好早就輟學，跟住村裏面一位老師傅學修車。嗰時修車鋪只係一間簡陋嘅鐵皮屋，工具又殘又舊。但老吳對修車充滿熱情，每日跟住師傅由最基本嘅補軚、換機油學起。見到師傅熟手咁拆解同修理各種車零件，老吳心裏好羨慕。佢暗暗發誓，一定要學好呢門手藝。為咗快啲掌握技術，老吳每日都早早就到修車鋪打掃、整理工具，然後企喺師傅旁邊，眼定定咁睇住師傅點做。遇到唔明嘅地方就虛心請教。夜晚返到屋企，老吳仲會喺腦海入面重溫日頭嘅修車步驟，諗下每個步驟嘅原理。經過幾年努力，老吳慢慢掌握咗基本嘅修車技術，可以自己搞掂一啲簡單嘅維修。隨住經驗累積，老吳開始挑戰一啲複雜嘅故障。有一次，有架進口車嘅引擎出咗大問題，車主揾咗幾間車房都搞唔掂，最後抱住試客嘅心態嚟揾老吳。老吳望住架車，又興奮又擔心。興奮嘅係終於有機會挑戰高難度維修，擔心嘅係自己未整過呢款進口車引擎，怕搞唔掂。但老吳冇退縮，決定迎難而上。佢周圍揾資料，仲特登走咗去市區嘅圖書館查汽車維修書。同時，佢又聯絡咗幾個喺大城市做修車嘅朋友，向佢哋請教。經過幾日幾夜嘅研究，老吳終於揾到問題根源，引擎裏面有個關鍵零件嚴重磨損。不過呢個零件喺當地好難買到，老吳又周圍揾配件，最後透過網上聯絡到外地供應商，買到合適嘅零件。安裝嗰陣，老吳小心翼翼，每個步驟都反覆檢查，確保冇出錯。經過1個禮拜嘅努力，佢終於成功整好咗架進口車，車主對佢嘅技術讚不絕口。今次經歷令老吳更加堅定要深入鑽研修車技術。隨住時代發展，汽車技術日新月異，傳統修車方法慢慢跟唔上。老吳明白，如果唔與時並進，就會被淘汰。於是佢開始主動學習新技術。老吳報咗唔少汽車維修課程，學電子控制系統、新能源車維修等知識。因為年紀大，學起上嚟比後生仔更吃力，但老吳靠住毅力，克服咗一個又一個難關。佢日頭喺車房開工，夜晚就去上堂，返到屋企仲要溫書、做筆記、畫圖表，加深理解。喺實戰方面，老吳揾咗啲報廢車嚟練習拆裝新零件，提升自己嘅動手能力。經過幾年努力，老吳唔單止熟練掌握現代車嘅維修技術，仲喺某啲領域有創新。佢結合自己多年經驗，研發出一套快速診斷某類常見故障嘅方法，大大提升維修效率。呢套方法喺當地修車界廣傳，老吳亦因此成名。好多後生師傅專登嚟請教佢，老吳都毫無保留咁教佢哋。老吳知道修車技術要傳承落去，要靠更多後生仔加入。於是佢喺修車鋪開設學徒班，免費教後生仔學修車。教學嗰陣，老吳好注重培養學徒嘅實踐能力同創新思維，會帶佢哋親手整車，等佢哋累積經驗。同時，老吳亦鼓勵學徒不斷學新嘢，勇於試新方法。成日同佢哋講，修車呢門手藝唔可以死守舊方法，要不斷鑽研，先至跟得上時代。喺老吳嘅悉心教導下，一批又一批學徒成長為出色嘅修車師傅，帶住老吳嘅技術同精神，喺行業發光發熱。而家老吳依然守喺佢嘅修車鋪，雖然年紀大，但對修車技術嘅熱情一啲都冇減退。佢用自己嘅一生詮釋咗對修車事業嘅熱愛同埋刻苦鑽研嘅精神，成為小鎮修車界嘅一面旗幟。希望呢個故仔可以激勵更多人，無論做咩行業，只要有熱愛同埋肯鑽研嘅精神，就可以喺平凡嘅崗位創造出非凡嘅成就，實現自己嘅人生價值。
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鍾意，下次見，拜拜。